歡迎大家收睇賽馬分析學呢個頻道，會喺每個賽日之前分析精選馬匹。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2026年3月4號跑馬地夜馬，我哋講第1至第9場。第一場5班草地1100米，咁啊講4號光輝歲月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57，光輝歲月排7檔跑第4嘅。8第二暫時係2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，中間係至開心快喎，響埋邊啦，粉紅袖特別美麗走咗上嚟噶啦，外邊位置有3匹馬，齊歡聚樂啦，鐵甲縮龍就粉紅帽帶埋出嚟添，出邊仲有隻常多笑啊，大約跟住個第6位呢，仲有夢照發啦，響外邊啊光輝歲月啊，內欄位置藍衫紅帽就富裕君子啊，後邊嘅6匹馬大利好運騰王區啊，尾4藍眼罩就永勝金區，紫色眼罩內欄係型到爆啊，暫時電腦一對極速之子同埋神殺金剛嚟噶，好啦，接近1200嘅段柱啊，前面放嘅馬呢係鐵甲縮龍喎，帶頭跑啊，跟住喺第2位有齊歡聚樂啊，內欄第3嘅馬就至開心啦，常多笑外邊第4位啊，第5位嘅馬中檔位置粉紅袖呢就係特別美麗啦，內欄藍衫紅帽上咗少少喎，富裕君子出邊嘅光輝歲月啊，馬林中間橙衫，仲有隻夢照發啊，再後啲嘅馬匹啦，型到爆啊，內欄紫色眼罩藍衫嘅，出邊啊騰王區，後邊4隻大利好運紅帽尾3個永勝金區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神殺金剛啦，粉紅心粉紅帽係極速之子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鐵甲縮龍咧喺前面放，睇嚟唔方快喎。跟住喺第2位嘅馬呢，有常多笑啊，第3位出邊啊齊歡聚樂啊，內欄至開心，中檔富裕君子預咗出嚟啊，外邊冚嘅馬有特別美麗夢照發都要拱出去，馬林中間揾緊位，紫色眼罩仲係型到爆，最出嗰邊有極速之子騰王區啊，最後200零米特別美麗響中檔透出咗，咁啊緊隨其後嘅馬有夢照發啊，中檔紫色眼罩追有型到爆，外邊光輝歲月，出邊仲有2隻啊騰王區大外檔係極速之子，最後100米特別美麗唔多喎，2匹馬中間穿上嚟係型到爆啊，接近終點贏起上嚟都真係型到爆啊，2隻馬中間穿上嚟贏啊，外邊係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100米，其實係幾人安啊！前段中間位置跑咁啊，2疊金跑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隻馬一直有走勢嘅，最後隻馬攞第4。今場跑草地1100米啦，繼續咁換上周俊樂，其實呢隻馬呢有減磅優勢，咁啊排3檔。見到隻馬最近操練十足嘅，今場有遮擋位置走，咁啊有力突圍嘅，應該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1號駕勢奇葩，2號齊歡聚樂，9號開心3多。咁我哋講第2場5班草地1200米，咁啊講10號東方魅影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66，東方魅影排10檔跑第2嘅。黃旗舉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外邊位置係黃金盒藍眼罩嘅，中間呢仲有快馬加鞭，出邊淺藍帽就城中勇士，黃衫走埋上去，仲有東方魅影啊，內欄4、5位啊，紅衫嗰隻呢就太行美景嚟噶，咁啊跟住啲群馬後邊第6位嘅馬，粉紅衫走2搭啊天比高埋邊，紫色心幸運傳承啊，後邊5匹馬富貴區美神來響尾4啊，尾3啊讓愛高飛啦，6、3尾2輕鬆大笑，暫時電流係鄉村樂韻嚟噶，好啦，咁啊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咯，順住放。就係呢隻黃金盒嚟嘅，外邊啊城中勇士啊，東方魅影埋到嚟內欄第3喎，第4位有快馬加鞭，內欄第5太行美景紅衫嘅，內欄紫色3幸運傳承，中間粉紅衫大約跟住個7、8位呢，仲有天比高啊，後啲先有富貴區啦，美神來尾4啦，後邊3匹馬讓愛高飛，有輕鬆大笑包尾直路鄉村樂韻啊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黃金盒呢就搏走甩噶啦，呢個時候見到中間城中勇士追啦，入邊東方魅影上啦，中檔位置仲有幸運傳承啊，出邊追有少少，仲有快馬加鞭，出邊美神來，最後100零米，東方魅影中間透出咗，埋邊有黃金盒，出邊上嚟噶嘛，係幸運傳承，接近終點，先拔頭籌，有冇機會？黃志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200米，其實係潘頓啊，前面位置跑咁咪貼住欄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隻馬一直有走勢噶，最後攞第2翻嚟。今場繼續跑草地1200米，咁啊周俊樂騎呢隻馬啦，咁啊都係有減磅優勢嘅，排4檔，隻馬有遮擋走喺前面咁樣跟住跑呢，有力突圍嘅，應該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3號智旺財、6號銳一、9號南區王。咁我哋講第3場4班草地2200米，咁啊講11號和道威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71，和道威排8檔跑第5嘅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算係幾齊集雙嘅。
前面快嘅馬呢就翠兒威威㗎啦，咁啊大面箍淺藍衫嘅，數入去有午夜快車埋邊呢就奮鬥輝煌啊，出邊63寶城之星內欄第5灰馬黃衫呢仲有康槍之星啊，中檔白衫粉紅帽呢，大約跟住個6、7位啦，仲有極速滿貫外邊嘅江南勇士啊，攝咗去內欄喎，啡色衫得意佳作啊，後邊4匹馬街福區啦，中間夾住尾3啊轉得勝啦，暫時墊後一隊和道威呢，咁啊內欄位置暫時包尾嗰隻呢係大力猴王嚟㗎，向住對面直路頭1000米嘅段住進發啦。翠兒威威好鬆容咁擺到喺前面放咯，跟住第2位嘅馬係午夜快車嚟㗎，內欄第3奮鬥輝煌，中間第4極速滿貫啊，外邊望空咗啦，63藍眼罩第4位係寶城之星啊，內欄第6啦，黃衫淺藍帽康槍之星啊，出邊粉紅眼罩呢，仲有江南勇士啊，後邊嗰5匹馬轉得勝街福區，得意佳作向尾3啊，尾2就和道威啦，暫時墊後仍然係大力猴王嚟㗎，好啦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翠兒威威咁啊貼欄好鬆容咁樣支離咗，大約有半個身位嘅午夜快車就外邊嘅第2位啊，第3位嘅馬啦，埋邊有奮鬥輝煌啦，咁啊移出去外邊呢就極速滿貫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康槍之星黃山淺藍帽，後多層有中檔嘅轉得勝，出邊寶城之星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埋邊翠兒威威仲係有優勢嘅，中間奮鬥輝煌追緊啦，出邊極速滿貫上緊啦，最外邊嘅馬仲有康槍之星啊，出邊係和道威，最後100零米，翠兒威威好韌啊，依然係佔先啊，咁啊進佔第2位嘅馬呢，咁啊埋邊位置奮鬥輝煌，出邊極速滿貫啊，結果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60米，騎師田泰安啊，前段後面位置跑咁啊2碟跟跑有遮朗走噶，一入400米左右隻馬咧抽出大外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隻馬一直衝後勁凌厲，最後隻馬攞第5啦。今場跑草地2200啦，咁啊楊明倫騎呢隻馬，見到隻馬最近操練十足嘅，今場排8檔2碟有遮朗走，咁啊有力突圍嘅，應該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3號雙爺、4號一支箭、8號平海之星。咁我哋講第4場4班草地1200米，咁啊2號團結戰靈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41，團結戰靈排5檔跑第9嘅，顯示係4。好，你一起步真叻仔慢咗啊！前面快嘅馬呢就自動自覺應聲彈出㗎啦，緊隨其後有君達德啊，內欄就戀愛狂啦，最出63就文武全能啊，中檔位置有團結戰靈就拍住紫色頭罩嗰匹呢就果然僥倖嚟㗎，響外邊皮具霸落走咗上去，內欄粉紅衫嗰匹就真叻仔嚟㗎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先見到有呢隻星威心得啦，實力加暫時響尾5嘅，咁啊後邊嗰4匹馬萬事勝利男神就黃衫大約尾3嘅。尾二63有情有義，暫時墊後開心果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自動自覺嚟嘅，跟住喺第2位有君達德啊，內欄第3係戀愛狂，第4位出邊就皮具霸落啊，中間第5白衫白帽呢仲有果然僥倖啊，內欄第6真叻仔呢，中檔位置仲有星威心得啊，響出邊63文武全能啊，咁啊慢慢攞出去外邊㗎咯，有男神啦白鼻箍嘅，擁咗團結戰靈出去啦，大外檔係實力加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自動自覺仲係佔先少少嘅，果然僥倖響中檔追緊上嚟啊！中間夾住嘅馬呢，仲有君達德啦、戀愛狂啦，外邊追團結戰靈啊，最出仲有實力加，中檔位置就男神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自動自覺仲有優勢嘅，咁啊君達德又上翻嚟喎，外邊位置仲有隻果然僥倖，接近終點喺沙田1004，一放到底係自動自覺啊！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4米，騎師係田泰安啦。前段中間較後面嘅位置走啦，咁啊2碟跟跑有遮朗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隻馬咧抽出外檔發力衝刺啦，見到隻馬咧400米左右咧同其他馬有碰撞噶，所以咧最後隻馬攞第9啊。今場跑草地1200米排10檔，咁啊換上希威森騎呢隻馬啦，咁啊呢隻馬咧今場2碟有遮朗走，直路走到3位衝，咁啊舒服俾隻馬咁樣衝咧，咁啊騎師正常發揮咧，呢隻馬都唔難有3甲，甚至咧可以交出表現嘅。咁啊另外3匹心水馬咧就係3號風火猴王、4號富心星、8號枕頭之星。咁我哋講第5場4班草地1200米，咁啊講講2號智勝攻略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69，智勝攻略排7檔跑第2嘅。第2睇7。
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，萬里鵬躍慢咗喎，開心旺財外邊快，花好月形咧，黑白斜間三第二位，五福星第三，黃衫第四，順城之星內欄第五，環同啊，第六位紅衫白帽咧壓到入嚟喎，標誌啊攝咗內欄位置，仲有智勝攻略添，出邊藍衫紅帽藍眼罩良區好友啊，後邊嗰四匹馬啦，分別有呢隻有型勇士萬里鵬躍啊，尾二海王寶暫時天啊，黃衫嗰隻係最錦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放咗出嚟跑㗎嘛，係開心旺財嚟嘅。外邊啊冚咗上去啊，良區好友啦，內欄第三有環同啊，五福星第四，出邊第五紅衫呢，仲有標誌啊，第六位噶嘛，外邊黑白斜間衫花好月形，內欄智勝攻略，中間黃衫順城之星啊，兜外邊紅眼罩有型勇士啊，後啲嘅馬匹之後萬里鵬躍海王寶啊，包咗落尾啊，係最錦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嘛，仲係開心旺財有少少壓入去啊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標誌就開始追上嚟啦，中檔有花好月形啊，出邊呢追上嚟紅眼罩，仲有隻有型勇士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智勝攻略，外邊海王寶，最後百零米外邊有型勇士，一鼓作氣冚上嚟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二名嘅話呢，相當接近啊，咁啊埋邊位置係標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啲1200米，其實係巴道啊，前段中間位置跑，咁啊貼住欄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外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隻馬一直有走勢啊，最後呢攞第二。今場跑草啲160米，咁啊巴道繼續騎呢隻馬啦，咁啊排10檔。見到隻馬最近操練十足嘅，今場二碟中間位置走，直路走到3位衝，咁啊有力突圍噶，應該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1號日馳千里，4號運來五寶，12號快樂高球。咁我哋講第6場3班草地1200米，咁啊講講3號成數表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33，成數表排6檔跑第3嘅。隨起步。好咧，跳出嚟啊！幸運星球快㗎，埋邊橙衫就運高八斗嚟㗎啦。第3位美麗邂逅，第4位人和家興，第5位紅黑直間衫呢，仲有成數表啊！內欄黑衫大面箍啊，廚神啦，馬林中間有莊家班，出邊呢就朝朝醒啊，後邊嗰4匹馬啦。分別有呢隻傲然啦，精彩進帳尾3內欄啊，尾2太太精神暫時殿後係太子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幸運星球呢就一馬當先放㗎啦，人和家興第2位啊，內欄第3嘅馬呢就美麗邂逅啦，第4位仲有成數表啊，內欄第5黑衫有廚神啦，第6位係朝朝醒啊，後啲嘅馬匹啦先有精彩進帳太太精神莊家班，尾2係太子啊，褪咗喺後邊嘅馬呢有呢隻傲然啊，咁啊收到慢晒嗰匹馬呢就運高八斗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幸運星球佔先半個身位啊，見到人和家興越逼越近㗎啦，埋邊位置美麗邂逅亦都追啊，中檔位置仲有成數表啦，中外檔追嘅馬有太太精神啊，攝入去入邊呢就廚神啊，最後100零米幸運星球佔先半個身位，埋邊位置就美麗邂逅啊，中間有成數表，出邊啊太太精神啊，接近終點幸運星球依然係佔先啊，都好有機會贏出呢場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200米，騎師係霍雲星啊，前段前面位置跑，咁啊二碟金跑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隻馬一直有走勢噶，最後攞第3翻嚟。今場跑草地1200米啦，繼續排7檔，霍雲星繼續騎呢隻馬啦，咁啊今場排7檔，二碟前面走，咁啊正常發揮呢，呢隻馬都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2號川河洞區、5號浪漫鬥士、7號東來欣賞。咁我哋講第7場4班草地160米，咁啊講講9號先到先得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08，先到先得排12檔跑第2嘅。熱係3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躍出嘅。快嘅馬咁啊，見到中間粉紅衫君志成啊，挨入去先，出邊進城區就走上去，咁啊再外邊位置呢，有盈妙星啦，最出係暴風雷啊，中檔灰馬第5位布賢德德，外邊第6係掌聲啊，內欄第7位淺藍衫就係客家之光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黑衫黑帽大面箍啊，勁進良區啊，尾4內欄呢，仲有歡樂老窩，外邊黃衫呢，響尾4位置係密密送嚟噶，尾2榮耀聖甲啦，暫時殿後個馬匹係先到先得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12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呢就進城區嚟嘅，暴風雷響外邊就走咗上去啊。內欄第3嘅馬呢就係粉紅衫嘅君志成啦，第4位中間盈妙星啊，掌聲響外邊啊望空咗啊，守住個內欄第6位客家之光，中間灰馬第7寶賢德德啊，後邊個5匹馬勁進良區啦，密密送響外邊啊望空咗啊，尾4黃衫嗰匹啊，後邊3匹馬歡樂老窩榮耀聖甲啊，殿後個馬匹仍然係先到先得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。前面放嘅馬呢都仲係呢隻進城區啊，跟住喺第1位嘅暴風雷埋邊呢，仲有君志成出邊掌聲，中
中間第5呢，仲有邢妙星啊，後多層內欄第6客家之光，出邊第7位仲有寶賢得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。中檔尾5係勁進良區啊，內欄尾4紅衫嘅歡樂老窩，外邊黃心密密送響後邊兩隻呢，先到先得同埋榮耀勝甲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進城區仲有少少嘅優勢啊。呢個時候暴風雷輕磅就上嚟挑戰㗎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追有君志成，轉內欄上客家之光，馬林中間追仲有掌聲，最出嗰邊有寶賢得同埋密密送啊，最後100零米透出嘅咪暴風雷，馬林中間先到先得上緊嚟，出邊有君志成入。邊呢就客家之光，夜馬嗰匹呢5盤次馬房報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100米，騎師係艾道拿，前段呢後面位置跑咁2碟跟跑有遮朗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馬群中發力衝刺，隻馬呢一直未能望空啊，之後先望空衝，最後呢都衝到個第2翻嚟。今場宿程跑1650米排8檔，艾少禮騎呢隻馬啦，咁排8檔有遮檔位置跑，咁一心去馬正常發揮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係3號加州活力，5號本領非凡，8號北海道。咁我哋講第8場3班草地1200米，咁7號美麗邂逅。我哋睇睇片先，呢場次係433，美麗邂逅排2檔跑第2嘅。隨起步。好咧，跳出嚟幸運星球快㗎，埋邊橙衫就運高八斗嚟㗎啦。第3位美麗邂逅，第4位人和家兄，第5位紅黑直間衫呢仲有成數表啊。內欄黑衫大面箍啊，廚神啦。馬林中間有莊家班，出邊呢就朝朝醒啊。後邊嗰4匹馬啦，分別有呢隻傲然啦，精彩進帳尾3內欄啊，尾2啊太太精神暫時殿後係太子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幸運星球呢就一馬當先放㗎啦，人和家兄第2位啊。內欄第3嘅馬呢就美麗邂逅啦，第4位仲有成數表啊。內欄第5黑衫有廚神啦，第6位係朝朝醒啊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先有精彩進帳太太精神莊家班，尾2係太子啊。褪咗喺後邊嘅馬呢有呢隻傲然啊，咁啊收到慢晒嗰匹馬呢就運高八斗嚟㗎。好啦，正正有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幸運星球佔先半個身位啊，見到人和家兄越逼越近㗎啦，埋邊位置美麗邂逅亦都追啊，中檔位置仲有成數表啦，中外檔追嘅馬有太太精神啊，攝入去入邊呢就廚神啊。最後100零米，幸運星球佔先半個身位，埋邊位置就美麗邂逅啊，中間有成數表，出邊啊太太精神啊，接近終點幸運星球依然係佔先啊，都好有機會贏出呢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200米，其實係巴道啊，前段前面位置跑，今日貼住欄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喺內欄望空發力衝刺，隻馬一直有走勢啊，望空一直衝一直走，最後攞第2翻嚟。今場跑草地1200米啦，繼續排10檔，咁巴道繼續騎呢隻馬啦，咁今場呢，繼續有遮擋位置走，咁正常發揮，跟翻上場策略，咁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1號幸運星球，3號飛馬座，5號撼天鐵翼。咁我哋講尾場第9場3班草地150米，咁11號魅力之耀。講呢隻馬之前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次係430，魅力之耀排7檔跑第3嘅。大熱暫時係2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有財有勢，慢咗少少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內欄有呢隻電信巴打啦，中間魅力之耀走咗上去啊，外邊有英俊飛區最出，仲有隻阿基拉啊，中間第5位非凡浩傑，內欄第6黃衫呢貼欄啊，就係呢隻凡凡有餘嚟噶。咁啊，大約跟住個第7位啦，橙衫橙帽勁沙塵啊，後邊5匹馬肯佩斯啦，尾4浪漫老窩啊，尾3有財有勢，尾2紅衫呢係嗰隻好實力嚟噶，暫時殿後精彩動力啊！好啦，咁啊轉完呢個滿貫彎咁滯啦，前面放個馬呢就係呢隻魅力之耀啊，自己係貼欄放添啊，外邊英俊飛區係第2位啊，第3位咁啊響外邊位置呢就阿基拉走咗個3踏啊，內欄第4電信巴打，中間第5紫色衫紅袖非凡浩傑啊，內欄第6呢仲有凡凡有餘啦，拍住個外邊橙衫第7位呢仲有勁沙塵啊，後邊5匹馬肯佩斯啦，浪漫老窩啦，尾3位置有財有勢啊，尾2呢就好實力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精彩動力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尾過埋呢個600啦，前面方仲係好大隻嗰隻魅力之耀啊，外邊第2位英俊飛區埋邊電信巴打，中間呢就有呢隻呢非凡浩傑啊上咗少少啊，響外邊位置仲有隻阿基拉，內欄黃衫白鼻梁嗰隻呢凡凡有餘啊，揈出去外邊追啦，有勁沙塵啊橙衫嘅馬林中間有財有勢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魅力之耀放順咗，仲有個零馬位嘅優勢，咁啊見到埋邊有電信巴打啦，中間英俊飛區咧勁沙塵外邊追出仲有隻啊，好實力嚟啊！最後100零米到啦，頭仔係英俊飛區，外邊追有勁沙塵，入邊係魅力之耀，夜馬嗰匹就。
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60米，騎師係楊明倫啊。前段放頭跑咁啊貼住藍望空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隻馬貼藍望空發力衝刺，咁啊一直有走勢，望空一直衝一直走，咁啊最後攞第3。今場繼續跑草地160米啦，排7檔，楊明倫繼續騎呢隻馬。咁啊今場呢隻馬呢2碟放頭跑啦，咁啊騎師正常發揮呢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1號銀兩奔騰、3號雙影紅、12號暴風之子。咁今集咧分析就到此為止啦，我哋下集見。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